来到台南永康寻找传统好味道，当然就不能错过创立于1959年、经营超过60年、传承3代的永康三宝之一的水果饼店。而说到水果饼的发源，跟当地习俗打饼有极大的关系。单饼的话，它其实有很多人会误以为这个名称是糕饼的名称，那其实不是，它指的是传统习俗文化活动中啊，它主要就是会用扁担，然后挑着饼，然后再放入那个小孩子的衣物，然后去庙里去做谢神。那主要就是一方面就是要保佑就是生命让他们可以顺利的生到小孩子。那二来的话就是祈求神明可以继续保佑这个孩子平平安安的健康的长大。啊，那谢神完毕之后呢，他们又会挑着扁担就是打边这个动作，然后在街上去游走，然后发送糕饼给街坊的邻居。那主要就是把自己的喜气跟福气分送给大家一起共享。那所以我们的谢神的时间刚好是在农历的正月20号这一天啊，然后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单饼节，打边仔。迄个水果饼的皮，伊即款吼，甲中间的，迄个中间面粉，你看足 Q， 要安怎甲伊会金起来？弄偌久哦？安怎甲伊的 Q 度？拢靠家己的感觉啊。即块皮的，就是伊甲中间甲底间啊好混，起来伊还安怎伊即个 Q 度啊，伊爱足 Q 啊，Q 度安怎甲伊个呢金当当，安怎甲会金嘛？所以讲无介偌好做，安怎介久啊？大约了无偌久，咱嘛了10分左右啊，大约。你看，这个去了啊，我去了啊。安怎甲上会紧起啊？一空一空。安尼袂使。安怎甲伊会金？安怎甲金当当，起来较伊起来饼较好食，较 Q 啊，伊个 Q 度啊。最早期的话，其实阿公是在台南市区的一家老饼店，当学徒，就是就永味珍、古英水丁，当学徒，然后接下来就是当师傅。那后来就是当兵、结婚生子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开创事业。那其实我们早期有很多的制作的糕饼品项，其实都还蛮传统汉饼都有，以及油饭之类，其实都有在制作。那最早期的营运方式也比较不一样，就是主要就是帮人家做代工，然后跟那个干妈店去做寄售，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就是放着，然后有一些零售的时候可以去贩卖啊。那其实我们这个习俗活动中啊，它最早期所使用的糕点不是我们家的水果饼，而是一种叫水饼的一种糕点。那它其实里面没有包任何的内馅啊，然后它吃起来是香香甜甜的口味，因为我也没吃过。
对，然后是之后阿公是觉得他这块饼好像太过于普通无聊之类的，所以他自己去想了另外一个东西，就当时候取用了当时候比较容易取得的原料，就是番薯嘛。那再加上比较季节性的果物啊，因为我们的谢神的时间，单饼节这一天刚好是正月20号，就是在过年元宵的这段时间，就是柑橘类的盛产期，所以他去采用这个柑橘类的材料，然后去制作成内馅，就是番薯加柑橘啊。那制作出来就开发出了这块水果饼。那其实当时候开发出来之后，他有拿去给大家去做品尝，那发现大家接受度还蛮高的，还蛮受欢迎的。那之后这个习俗的活动庆典的糕点就变成我们家的水果饼。制作上，如果是以跟传统汉饼来比较的话，口味上传统汉饼的话，它是比较浓厚的味道，因为它其实主要内馅就是豆沙，然后冬瓜啊、卤肉啊、肉燥、肉松这类的东西去做结合的，所以它口味上会比较浓厚。然后接下来就是它可能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在皮的部分。皮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酥皮类，吃起来就会比较有层次感，但它就会比较偏油一点点那我们家的水果饼的话，其实比较应该是说它内馅的话就很单纯，就是番薯，然后跟柑橘，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偏清爽。然后我们的饼皮上用的油的量也非常的少。然后内馅其实也没什么油，所以它吃起来就比较不会像传统糕饼吃起来的这么油腻。然后再加上它是使用柑橘下去制作的，所以它多了一个柑橘的香气所以以糕点来讲的话，它其实算还蛮特别的口味。这种水果饼的内馅伊内底迄个旺来、金枣、麦芽。甲番薯，4项，番薯就是地瓜，台语讲听无地瓜有，融合在一起，伊内底了这块就旺来，你看伊旺来介济，规个拢有，这个嘛是旺来，下底这种就是迄个金枣，融合起来。细节看见真功夫，分馅时老师傅光凭手感就可以精准地抓出所需要的分量，快速熟练地将内馅包入饼皮中。由于内馅饱满，力道需要平均地拿捏好，才不容易爆浆。传统水果饼第2代达人王登山，从国小毕业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制作糕饼。拥有超过50年的制饼经验，最高纪录1年卖出10万片，每天从凌晨5、6点不停歇的工作到凌晨3、4点，高温又长时间的工作，再加上制起饼来就跟打仗一样忙碌，这种种的辛苦，第3代王同胜看在眼里，颇为心疼。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糕饼市场逐渐式微。他不忍心父亲辛苦一辈子的手艺就此流失，而决定回归家族，接手制饼事业。我咧做囡仔唔接的话，就是传统的拢无去所以糕饼拢迄个讲爱看阮2个是大做家呢爱无命无日，爱熟悉人讲较有效讲做家呢看唔甘无伊较早伫去台中做工课做伊的工课看阮做工呢，看呢母仔呢，因嘛看袂落伊家转来讲要甲斗3工，
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老实说，现在的社会形态啊，跟饮食上面细化的影响，它其实对传统糕饼业影响还蛮大，所以其实市场一直在缩减。那对我们家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它变成就是只剩下过年到我们谢神完毕这段时间，可能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有订单而已，然后其他时间就完全没有生意啊。那其实那时候就觉得。我爸他其实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等于是冬天1个月的时间都在忙做饼，那其他时间他不知道能干嘛，也没办法维持家里的生计，于是他就必须要再额外的去找工作去平衡这个家里的生计。那但是他也是他因为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去放弃这块饼的事业，想说我可以去找个稳定工作，这样我还比较快活但是他没有放弃所以这一点让我还蛮值得钦佩的再加上其实我们家族里面的小孩老实说没人想要去接承这份事业，然后如果不接的话，其实这块糕点可能真的就会消失，然后在接下来可能也会影响到就是在地习俗文化使用的商品谢神的商品也是这样的种种因素，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学设计出来的，那也有帮别人去做过类似的案子，那想说那我干脆就是回来接家业试试看能不能转成功，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才能的方式，就设计了这个，重新帮家里去做设计规划，然后创立一个新的品牌，然后将这个水果饼以及这个在地的单饼节的这个文化去重新去包装，然后用比较新的方式去推广它，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得知到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小文化，以及有这个糕点。将水果饼放入300度的烤箱中烘焙，采用双面煎的技术烘烤。几分钟后，水果饼出炉，瞬间水果香气满室飘香。手工制作的水果饼，饼皮软 Q， 由于扎实的饼馅为新鲜水果。带着淡淡的柑橘香甜，还可以吃到水果纤维，清爽又好吃。而另外一款洛神花口味，内馅主要是洛神花，还有添加梅子、蔓越莓、地瓜泥，让滋味更饱和，酸酸甜甜的风味，不甜腻也很爽口。8年前，王同胜回到家里，除了学习制作糕饼外，也希望能够善用自己设计专长，让这个老行业能够保存下来。除了要留住老顾客外，他把目标扩大到年轻族群，在把整体形象年轻化的同时，也不忘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从店铺风格就可以看出他的用心，摆脱传统老店铺厚重的历史感，简约明亮，颇有文青风。利用阿嬷家的碗橱、门板等老物件，再搭配别具巧思的小摆设，即使店面不大，但处处都有小惊喜。以爸爸为形象设计的制作饼皮师傅，成为商标图案。包装颜色也跳脱传统喜饼常见的红金，加入更多文化与创新的元素。像是水果饼的外包装，就设计以达标印象来呈现，让达标节分享喜悦福气的概念落实在日常的送礼上，感受到满满的祝福之意。接下来就是在外包装上去做更改，把在地的文化，每个包装的东西其实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故事那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水果饼的包装，那就是把它缩小精致化，然后把在地文化融入进去包装里面，让人家从视觉上去看的话，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好新奇那看完之后，他可能会立马去购买它那购买之后，他其实就会带引着，就是可能就会直接品尝到你的糕饼的东西。那他如果觉得美味的话，他可能就会细细的去读你的品牌历史，或者是你后面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而去进一步的去了解你的在地的文化，用这样的方式去
算是引导客人啊，让他们可以自己去吸收啊，这样会比较记得住我们。为了适应新时代，王同胜将糕饼从制作到包装、行销通路都做了改变，坚持传统的同时，也努力的寻求新生。如今也交出了一份好成绩。那也因为创立了这个品牌之后，开始往外打，也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基本上应该说以现在的客人，基本上都是外地客人居多哦。那二来的话，就是也有一些少许的外国人慕名而来啊，就是来到这个乡下地方，而且交通又不便利，公车可能要1小时等一班的那一种啊，他们来其实对我的支持度也算是对我感觉鼓励就是还蛮大的。那接下来就是应该会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学校的在地文化的教材。然后或者是就是从研究所啊，或者是幼稚园到研究所都会有，或者是可能跟相关的科系啊、设计啊、行销啊，或者是文化历史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学生都会来，就是采访你啊，来认识你啊，可能也有这些的因素，而可以让有不一样的机会，可以让这些下一代的年轻人可以认识到自己台湾的历史的文化啊，或者是家乡的文化，以及让在地的人更认同于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帮助。秉持古老手工制作与真材实料的坚持，至今传承3代的水果饼店，将原本没有名号的老店，透过创新作为建立了品牌，打响了知名度，也赋予古老大饼新的定位与生命，更成为台南在地文化中最甜蜜的记忆。最主要当然就是让人家讲到台南可以想到我们。然后也就是继续努力啊，就是让可以开发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然后拓广就不同的客群的客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认识到我们家的糕点以及在地的文化。